了平阳被全气，龙困上台，早下行。后羿结语，必有杜康。莫非真有挂金不成？
你要走好了。雷郎啊，是不得人，快把雷郎找来。哎。雷郎，你遇到挂金了，赔我一棒，当死！你是什么？赔我一棒，当死了！哎呀，三小姐，三小姐，三小姐，你中计了！怎讲？我兄长为了家产设下计谋，命令野水花园按照派人逮住挂金，要来加害于你。雷郎，当事人是要丧命的呀！是他们纵神弄鬼，怎么反要我来偿命？我找他们见官兵离去。啊，姑爷，你兄嫂早已买通官府，事情曾被你当死，你纵然闻声赦罪，也说不清楚啊！这，哎呀，哦，为今之计，只有远走高飞，另谋生路。并姑爷问他无虑，必有出头之日。大巴萨对对，雷郎当机立断，你快走吧。不，三娘，你外运财神，我怎能远居他乡？雷郎，切莫英勇气断，儿女情长，中了凶手的奸谋。这雷郎，不冤，叫一声自冤郎，我你来上泪得青山翠，何曾马谁
一定要等我回来。对了，我一定等你回来。对了，三娘，对了，三娘，快对了，三娘，对了，三娘。生气头，乃至死路一条，快快报官去拿！对，慢，委屈告诉你三妹，是吕子元杀身潜逃，官府正在缉拿于他，叫他改嫁出门。哎呀，嘿嘿，娘子，三妹的脾气你知道啊？我的脾气你也知道。铁板钉钉，谁也不害。哎呀，我只有这一个同胞阿妹。我也是为你这个同胞阿妹好啊。为他是不聪明，那也可以。你去告诉他，养条女要耕田，养只狗要看门，养个人怎么总不能万来张口，一来伸手，叫他踏下龙山，推我去水，进磨坊。哎呀，娘子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
相公夫人，快走呀！哎呀，对，回来，不生去呀！哎呀，相公夫人，快走呀！女人伤小人，要拿一个狗脑头自己点上。叫我走开！哎呀，三小弟他对，夫人说的对。哎呀，快走开！哎呀，三小开！哎呀，你也叫我走开！产房血光冲天，不得进去。哎呀，哎呀！你是你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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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思源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呀？还才信着那个穷鬼，不肯改嫁，死着死守。哼！哎呀，娘子。日子死了活该！到自己走，到自己走！哎呦！生一曲心一间，我是比心是天啊！小儿可是你起来起，你是一时我心事到前。用罪呀！
记得我心深哎，我俩没有儿子，正好带回去传宗接代。送你的梦，公公爷祖写得明明白白，3年之内家产要对半开。曾经也神不知鬼不觉。你。我的孩子呀，孩子在这里。孩子啊，我的孩子，怎么浑身是水呀？你兄嫂心狠手辣，只为得吞家产，趁你昏迷之中，将这孩子抱出魔网，丢在鱼塘。
我李根中在鱼塘之中救起这苦命的孩子。大爸，是你救了我母子2条性命，你的大恩大德，我们永世不忘。三小姐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兄嫂，既有此喜，早有此心，性命难保。性命难保。大爸，这便是何时好？只有将这孩子远送至远姑爷，方能保得小儿平安。不知刘郎今在何方？听说去滨州投军，这边怎么？哪怕天涯海角，我也要千里寻访。哎呀，三小姐，你才会许人，怎能愿意？大爸。
与老张外包燕儿昏倒在院门外，燕儿身上有羞所也风有头也美。要起来，虐兔！这不是我女婿三娘的虐兔吗？放他进来，师傅他进来。对他爸，你怎会到此？孩子，姑爷，我总算把你的亲生儿子送到了啊！哈哈哈哈！
要小姐亲赴军营，定有要事商议。可恨之婚欺被谋反，无遂被判军为宽。哦，请将军立即插兵去，喊你逃亡之婚。小众，岳门提礼。将军，这孩子怎么叛逆？将军，这孩子么？为夫军令才是，顾不得你了。将军，军营之送何来婴儿？这是么将之子刚从家乡送来。这孩子怎么这样孝顺呀？他病了，将军，你将夫人你还在培养家中，快把夫人接来，也好抚养孩儿，慈爱将军。出征归来，再进内疚。小众，拿我的剑来。是。将军，将军，你的剑！哎呀，将军，你的剑！哎呀，将军，你的剑！哎，将军，这。快去！慢！将军此举不要做，你这心头过火，就把孩儿留下，与我替将军招况。不！将军与小姐言之有理，尊重事实，孩儿生死难保。有小姐乃千金之躯，怎过烦老小姐？将军，小众立即请夫人前来。有小姐，将军放心，夫人来到并州，一起与我替将军招况。哎呀，末将首当不起。将军，军情紧急，可不容缓。我命父帅之命前来传令，请将军提枪对马，点兵启程。末将遵命。小众，快马前往配合李嘉诚，将信免叫夫人李三娘随后接他来一次。小众，一路之上多加小心，务必照顾好夫人。岳小姐放心，岳小姐恩德，末将没此不放。将军，你要保重了，我们等你开船归来。还不知三妹她愿嫁不愿嫁你，这就要看你这个做哥哥的了。请问大哥大嫂，这里可是李嘉诚？哎，是李嘉诚。可有一位夫人名叫李三娘？李三娘，你找她何事啊？哦，我奉刘将军之命，接他去往并州夺居。哪个刘将军？刘志远将军。刘志远，这是他的亲笔书信。他
做将军啦？刘将军历历专功，万岁已封他为兵婚他将军。不瞒君爷说，我就是李三娘的同胞兄长李洪兴。此次有劳大公带我去见将军夫人。好，这妈，哎呀，君爷呀，他已经给家里想了。什么？给家了？哎，我家将军晚在时也接过于他。哎呀，君爷呀！你为领了将军，怎么要挂在心？他嫌弃李三娘，已给家草官生，曹官生，他是后方生死。自古自报上，营中失国平，今日去姑苏，明朝到绍兴，八月正去节，出海赴东营，赴东营。好一个李三娘！哎呀，君爷呀，那李三娘已经领命告知家财神，早就把那刘大将军放过去了。真是岂有此理！哎，我之奉信也只好代为接刘将军了。哎妈，这封信举目他人接他带去，让他明白，当年的穷欢事情当上了将军，一道是瓦片一语翻身上，做人不可太失礼。哎呀，他嫂舍得的，此次拜托大哥大嫂，告辞了。宋君爷，宋君爷，哎呀，哦呦，好险呐！哎，这些想不到刘知远当了将军，果真是瓦片一月翻身神，做人不可太失礼。去，当机立断，立即将他夹出去。对，赵大官人的花轿马上随到。那。哎呀，三妹呀，天黑了，怎么还在挑水？哎呀，快歇一歇，歇一歇啊！三妹呀，一件事说出来，你可不要伤心哦，三妹呀。立即送你拜堂成亲。三妹啊，生生在世却成儿子，你还有什么对不起你那丈夫
已经变心，你那儿子已经失踪。有道是你不要进去不去，去哪去？有道是长兄为母，长嫂为母，这道是今今天你讲也不讲，不讲也不讲。你们啥事将我给一块与他两条命。什么遇到不遇到的？你要与我说清楚。天子、弟子、李子、母子，你们不准我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好，出去！他到这一次，相公夫人，相公夫人，赵大官是问新娘何时上桥？好了，什么新娘不新娘？丞相，你去拿把剪刀，再拿把铁锁啊！我要剪掉他的头发，脱掉他的血液，锁上门门。过来，叫他把天节水晚上磨门，1天3顿，8两不能少。你不该讲，我就不给你完钱，就不给你睡好，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？丞相，你要是能夜夜守着他，盯着他，管着他，看他能撑到什么时候？丞相，这，哎呦，
李家昌，众军士提令。此马不才曾家庭，沿途不得。上此命。是。将军，快！前面一群把头奔跑。
托呀，他中箭了。原来是管家为礼。喂，有谁捡到把土，快叫来我家将军！喂，有谁捡到把土，快叫来我家将军！喂，李子夫人，快将把土叫来我家将军！这一土中了一箭，十分可怜。告诉你，我家将军蒙了娘娘的旨，也是无计不图，正要代为辅助。娘娘一旨，以奴家不管。咦，李子夫人好不讲理！小王，休得鲁莽。是。喂，这位武生，来的大宝银魁少年郎。为什么怦然心动，血涌胸膛？见夫人捧得协助，身上起风，为什么马路下梦来迎窗？当年自愿到身旁。这飞禽之水从来有生破良，你为我这次把土是此爱恋。这一土离娘为别提离伤，俱像我那13的娇儿要进郎。杨七郎，哎，什么叫杨七郎？啊，将军用笔。一层口，泪绿心伤，36年苦难，跌在心上。
雷雨夜，腰断脐带，生下娇儿，取名姚金郎。苦儿啊，我兄嫂为得家产，竟将娇儿抛在一旁。多亏对大爸上你相聚，并这千里一去一世了吗？娘想儿，不这儿可人把亲娘一把，今天这手上的把土，不由我出尽手尽，是你无那受伤的娇儿有情郎，有情郎啊，有情郎啊，不知你今日落在何方啊？他曾与财帅父马也长还娘，此去不归，必有种种原因。这夫人良心真好，我更要帮助于他。对，夫人，我今天绍兴回去，到京中西家查访，不知你丈夫姓甚名谁？啊，姓雷，名子元。什么？雷子元？哈？这不是我无才的名讳？小将军，你年干多少？我130。你莫非是？
将军，你不要说骂于他。这种不孝之事，不要说骂他几句，就是打他一顿，也是才有应得。小将军，哈，你父亲是？哎呀，这位夫人，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。这世上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，这事我又不叫姚七郎，我叫吕三玉。哎，夫人，你可以试试写写，两字也好。这就好。来，在将军，快备文王四宝，请这位夫人在此休书。文王四宝上来。夫人，红砖铺在地上，文王四宝在此，请你在此修书一封，我请你带往并州记忆。小将军，请。送君待雪泥，换青子。
人面往其手，衣衫褴褛，我身边为待人良。有着把土一枚，蔬菜流进我的腹，生有备。哦，你说去陈永生，也好问心一声。是，将军。
老爷，老爷，哦，夫人，老爷，你又在伤心落泪啦？不，诺儿原来不轻他。这是为道伤心事，老爷之心切身了然。不过老爷今天你该高兴些才是。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13年前的今天是我两逢之臣亲之日。哎呀，夫人我，老爷，你理该为这大喜之日小放一笑啊！我来，笑一笑，我笑一笑，笑一笑啊！哎呀，夫人。公子为父，诺儿回来了。哟，哈哈哈！弟弟，二郎，二郎，我听。二郎，你回来了，我为娘好好喝一喝。一路往来受了许多的，来，快坐下，母亲你走来。二郎，此去回来不到10天，怎么就回来了？可曾不得无计拔土啊？拔土一路，还要到了偏远的江城啊！那不是到了老爷的家乡了吗？哎呀，是啊，怎么走的那么远呐？在那金台边上，见无声，在风雪中诞生，十分可怜。啊，淡水中的本是暖身的事情，她的丈夫到哪里去了？她有儿子吗？丈夫中举，无音信。儿子身亡，病在城，已经整整10年了。啊，真是岂有此理！不知那个无情无义的丈夫，他姓甚名谁？她丈夫姓雷，雷什么？雷子。还好不关事。儿啊，你只管他但是你父帅最后那种妨碍违逆之徒，定要查明他的底细，即便是个当官的，也要严惩不贷。老爷，你说你哦，对，严惩不贷，严惩不贷。儿啊，你照着讲。她丈夫叫雷子元。好，雷子，雷子元啊！与父帅同名同姓。哦，同名同姓，世上多的很呢。老爷，你说你夫人，我儿服中计了，你快去备些点心前来。啊，海啦，为娘请你准备点心去了，你无再细细道来。哎，二郎，那夫人玩设计什么16年前，魔王参下一子，被送上抛进鱼塘，那孩儿死了没有？被一位大不就气，千里迢迢送往边城。那孩儿怎样？请你养起了，要起了，养起了。要起了！可怜那妇人10担水，夜爱梦，4年娇儿盼望长。那夫人苦曾给讲，必曾改讲，何以为之？请别送信在此。别老容易，见老难，房东管我言虽好，后言不从，殊不知
金碧累累太君空。36年后，又也变8000里外抗西欧，早为三有东阳会，只为三有归百万三娘。就是你的亲生母亲。你不，你就是16年前的妖妻了。色情香港海里曾有过。要记
人说话，若是被你母亲听到，她不是我母亲，我不是她亲生儿子。陈友，我不叫陈英，我叫姚琴。哦，夫人，哎呀，夫人，让你伤了你娘的心啊，夫人。你们穿的是金衣旗袍，骑的是三只黑兵，可是我那骑上马骑，不负成果，冰天雪地，他碰头行走，一生破衣，孤苦伶仃，无靠无依。他爱慕情深，做女做马，等了你弟弟死了娘啊！好了，你们为什么问我？为什么骗我？害我娘亲受苦受气，害我母子寡妇分离。你们的良心在哪里？你们的良心在哪里呀？陈友，跪下！好了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夫人，
江孩儿出走归。
帅来此一日里交城。要知小众听令，你们所讲张翠奴李红信要往他营听候发落。是。李家城，李家只有回来了，只有回来了。只有见你来了，来了，真的是来了，见我来了，真的见你来了。你为何白天不来，半夜来？这起心情多分注意，可见到上了年纪，我俩最后此分别。寡有路旁回来必去，却有苏轼一封可真是早为山药多呀，为只为山药鬼门关。上有书啊，这书素让我真正16年了，难道还要说出你的上奏不成吗？
于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姚姬，我们的姚姬怎么没来呢？他去找那张翠奴刘星，在后去到。啊。外面风冷，我们进屋去吧。退了16年的千金三我嘛，今天也上我来退上一退，常常出爱慕结碎的自费。来了。绍兴要接你来滨州，谁知你那恶兄嫂说你早已改嫁他乡，银珠太早，是他们苦苦相逼，要我改嫁，说你早已忘恩负义，早已抛去再去。我不信。自父莫思亲，当初离别之时，你曾说过山高路远，永不相好。因此，我苦守着磨坊16年，一心等你归来。我不是恋妻。不中用马三娘出生入死，你受的苦，遭的难，原是为妻不配。我对不起三娘啊！你接到信来，却一概来见我，这一片真情，怎不叫为妻快去的灵啊！三娘，我们这就走，带上我们的儿子姚姬，离开这磨坊，离开这心酸之地。三娘，是啊，你好像有话要说。实不相瞒，13年前我已奉旨成。不要说，不要说，不要说。不，我已娶元帅之女，欲自为妻。
老年三尺莫忘歌作证，留下了多少血泪痕。16年千金什么可作证，磨灭了多少尘与魂。16年风雪金台苦作证，踩过了多少冬与春。16年啊，苦水堂苦作证，尝过了
娘母的。
安生。三娘，绿得金台喜来恨，谁长那一旁谁名字君，送信来断孙，凶手就是老君臣，不光礼。元帅为父。三娘，请元帅为父。不，请元帅为父。你母亲不肯开门，不肯回去。弟弟，你一定要劝我娘亲回去呀！三娘，你的儿子要进来了。母亲，我的好娘亲。
情。